黃金真係頭先我哋一開始嘅時間都講咗啦，最近嘅波動都非常之大啊！究竟你喺呢段時間過去嗰一星期時間裏邊，你究竟係執到一啲嘅回報啊，定係有機會錯過咗呢？咁啊，不如我哋又睇下阿 Tammy 對於黃金嘅睇法又如何啦，好嘛？咁你睇到嗱黃金呢幅圖啦，好清晰啦。佢由3400元嗰段時期咧，突破咗一個叫敏感三角形係啊，嗰個位，就差唔多利用咗一個月時間左右啦，至個半月啦，或者4至6週嘅時間啦，突破向上升。結果咧由3400蚊嘅突破點，3408我提過㗎。係。我之前有啊之前有提有啊過，3408突破咗呢個升咗差唔多1000點喎， 1000蚊1000蚊係啊，1000蚊啊，好誇張啊。咁又咧，我哋喺呢兩期都話咧，我哋喺4200、4500、250蚊咧，就到我哋麵包理論嘅蛋糕價錢係即係極之超賣價錢啊！的確喺上週咧就突破咗，咁進入咗我哋個超級蛋糕價位。咁當時間我哋同通知 fans 咧，喺4200以上咧係冇得賣嘅，可以咧一路建立沽倉。結果咧呢個沽倉咧，我假設4200、4250或者係4300、4300都好啦，總之某個階段要去做呢樣嘢，或者用少少開始累積啦，的確有一定比較大嘅利潤。今週建議咧都仍然咧睇住4300呢個高位4380啊嘛，810嚟講可以冇得揸嘅，可以俾啲自信自己，俾啲信心自己，可以建立沽倉。係，咁係咪真係要上翻4380先至沽啊？定係而家可以沽得？其實而家可以試沽，試沽嘅1/3或者1/4。黐唔黐住勢啊？但係唔贊成咧，就做一張一張去做你嘅資本嘅1/3、1/4就好合理㗎啦。明白，OK，好啊，咁啊。如果調整咧，我哋會睇翻4000，第一個位睇4200，第二個睇翻4000。明白，OK，咁呢度都有即係成300幾點嘅，即係而家係睇下先啦，而家現價係4316啦，咁都有成300點喎，係咪落到4000？咁呢度都係應該有不少嘅水位嘅，OK，好啊，咁啊。